呢個係我自己整嘅 board game 數字偵探嘅介紹影片。遊戲配件分別有數字卡和分數卡。數字卡有0至10號卡，分別有唔同顏色，仲有特別卡同泡泡卡為粉紅色視為數字0。分數卡分別有1分、3分同5分，都係橙色嘅。勝利條件分別係分數先到達 X 分，X 為玩家自定，或者係 X 谷後最高分嘅玩家獲得勝利。呢個就係遊戲嘅流程。不同嘅數字卡有不